Hello，大家好。經過一段休養生息期之後，RA 波馬中橫終於又同大家見面啦。我哋節目呢就會喺8月22號星期六英超開鑼日正式回歸，到時呢就會為大家呢提供呢個精準嘅足球啦，同埋賽馬心水分析啦。咁如果你哋喜歡我嘅節目，請立即 subscribe、like 同 share 支持我哋。今次嘅回歸，嗱，我哋先嚟一場或者一集咧熱身先啦。咁大家睇下呢個英國古活賽馬日，就睇下我哋有咩心水可以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。今次7月底嘅古活賽期，由7月28號至到8月1號，一連5日舉行。馬會咧就會安排咧就播呢個頭4日嘅賽事嘅。咁呢個賽期呢，絕對可以媲美6月份上演嘅皇家雅士谷賽期，好多星級名駒呢，到時都會喺呢段時間出動㗎喇。各位馬迷又有機會可以欣賞到國際級嘅大賽啦。講起古活賽期，其實呢，已經超過咗220年嘅歷史，因為呢，當地呢風光如畫，氣氛亦都相當之好啊，所以衍生出呢有一個叫做古活光榮古活嘅美譽啊。咁當日啦，男士咧就會咧遵照傳統，着上咧淺色嘅夏式西裝、夏天西裝，咁就戴呢個巴拿馬帽啦。女士咧就會着輕盈優雅嘅夏日連身裙，都相當之靚嘅。咁當年其實英皇愛德華七世都曾經講過，佢話盛傳咧古活咧賽期其實係一個咧附帶跑馬嘅花園嘅 party 咁樣嘅。好啦，講完古活賽事嘅傳統特色呢，當然要講下佢哋嘅賽道啦。咁古活跑道呢，就以地形複雜呢奇特而聞名嘅，成個馬場呢，就呈現成一個 U 字形。咁整體嘅賽道呢，明顯呢就有高低起伏㗎，咁亦都好好多上山落斜啦。咁轉彎呢，亦都相當之急嘅。咁對騎師嚟講嘅走位咧同埋平衡力呢，都係考驗極高嘅。加上看台呢，大直路長達1000米咁長，咁馬匹嘅爆發力同埋韌力呢，其實都相當重要。所以喺呢度跑呢，馬匹呢一定要過5關斬6將呢，先至好容易勝出㗎。好啦，嚟到今次嘅賽事重點推介，我哋會睇 S1 第4場嘅一級賽古活杯，一場大長途嘅賽事。今次我哋重點推介嘅馬匹呢，就係一匹8歲馬嘅如嚟盡收。講返起古活杯，由高士登訓練嘅一代長途名駒嚴樂器，曾經喺2017年至到2020年連贏4屆古活杯，絕對係佢練馬生涯嘅一匹代表作嚟嘅。而佢今年派落場嘅如嚟盡收，如果能夠可以勝出呢，就會係高士登同埋佢個仔高素德喺2021年組合馬房以來真正名義。佢哋聯手名義上名嘅第一次攜手碰杯，意義呢就可以話真係非常之重大啦。而講下馬匹嘅近況啦，呢匹8歲馬如嚟盡收，上次相隔咗8個月復出啦，出戰翻呢3991米嘅亞士谷金杯，即係上一次嘅亞士谷賽期時間6月份到啦。咁呢一場賽事呢，我諗相信如果大家有睇過的話呢，個決戰場面都相當之激烈啊！兩匹馬鬥足一條直路，咁最終呢都係唔好彩啦，輸咗以一個避位呢，就輸咗俾呢岳伯仁訓練嘅北國風，就屈居亞軍。咁呢馬匹呢，當其時呢，真係呢場真係搏到好盡啦。咁今次呢，就算係一個小休再復出啦。咁其實呢，另外有一個細節嘅，大家呢都可以睇下畫面。如嚟盡收呢，因為今年初嘅時候其實眼部出現過問題，咁延遲到呢6月喺亞士谷呢先至再亮相。咁當其時呢，佢喺亞士谷亮相嘅時候呢，亦都批准戴上一個特別嘅護目眼鏡嘅，大家可以睇下嘅呢鏡頭前面呢張相嘅。咁出戰呢個今次呢個古活杯出戰呢。咁賽前呢，亦都咧有申請繼續戴，咁賽會亦都批准咗嘅。咁依家高士德個仔仔高素德亦都表示，咁馬匹呢，而家喺新市場試嗰陣呢，亦都相當之走勢順利，亦都完全已經適應。今場呢，有齊實力同埋決心，睇嚟呢，對呢場賽事呢，要奪冠呢，佢哋嘅決心真係好大㗎。除咗 S1 賽事之外，其實呢 S2、S3、S4呢幾日嘅賽事日裏面呢，我都有幾匹心水推介嘅。
咁第一匹啦，呢個 S 二嘅第5場，呢個薩塞克斯錦標，我就喜歡咧惡霸人訓練嘅旋樂區嘅。咁另外啦，S3第4日啦，呢一匹咧5戰5勝，呢匹啊滿轉頸鏈啊，呢匹馬咧睇下今次可唔可以咧攞到第6場嘅頭馬啦。咁另外啦，第4日啦，S4第4場啊，夜襲擊。呢匹馬咧，似乎咧跑呢個路程嚟講咧，都係表現相當之好嘅。咁呢匹咧，所以亦都係我嘅心水推介。好啦，節目嚟到你尾聲啦。咁我哋咧將會喺8月22號咧星期六英超嘅開鑼日再次回歸。咁我提供一啲足球啊或者賽馬嘅資料俾大家啦。咁樣如果你哋係喜歡我呢個節目嘅，請你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呢個節目。咁點都好啦，好耐冇做節目，今日始終都係有少少甩漏啊、甩咳啊咁樣嘅。咁希望嚟緊嘅日子會再好啲，一路改進。多謝晒大家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